研究仲觀察到一個好重要嘅現象，用有效將康復時間再降低2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12 Minerals 呢個頻道，又係我，你哋嘅主持 AI Jason。透過呢個頻道，我會同大家分享礦物鹽療法嘅經驗同埋知識，教你喺日常生活中用簡單嘅方法提升健康。記得留到最後。香港人多擠迫，室內時間長，冷氣同戶外溫差又大，再加上空氣質素波動，鼻黏膜長期處於刺激狀態。唔知你有冇遇過啲朋友長期處於半感染嘅狀態，又鼻塞又流鼻水，不過話自己冇病啊，鼻敏感啫。其實佢哋都啱咗一半。按照醫學理解，鼻塞、黏膜腫脹、流鼻水都係鼻炎嘅表徵。不過鼻炎本身唔係病，而係身體保護你嘅方法。當病毒進入上呼吸道，第一個接觸嘅位置就係鼻黏膜，免疫系統會增加黏液分泌，嘗試將病毒排走。所以流鼻水、鼻塞其實係免疫系統運作中嘅一部分。不過乾燥空氣、生活壓力都會令黏膜容易受刺激，增加咗鼻炎嘅機會。一直以嚟，好多人都會用有保濕成分嘅生理鹽水洗鼻或者噴鼻劑嚟改善呼吸。喺2024年8月，專業期刊發佈咗一項英國進行嘅大型研究報告。呢個項目一共有332間家庭醫生診所參與，於2020年12月至2023年4月期間追蹤超過13000人。研究將參加者分成4組，第一組係對照組，只係簡單講解感冒時一般如何應對。第二組喺出現呼吸道感染初期症狀嘅時候，就用鼻腔凝膠，每日6次。第三組做法相同，但改為使用有鹽分嘅噴鼻劑。第四組就只係建議參加者用運動同壓力管理嚟預防感染。研究發現，用有鹽分嘅噴鼻劑能夠有效減少呼吸道感染嘅持續時間同嚴重程度。簡單嚟講，病會快啲好，因為當鼻黏膜保持濕潤，病原體就冇咁容易繁殖，身體打走佢嘅過程會快好多。如果屋企有小朋友，就更加值得留意。另一個針對6歲以下兒童研究顯示，用海鹽噴鼻劑有效將康復時間再降低2日，而且用藥需求減少，家庭交叉感染率都降低。研究仲觀察到一個好重要嘅現象，由於症狀喺呼吸道感染初期就得到舒緩，抗生素使用量就下降，長遠嚟講，對細菌抗藥性嘅問題都有系統性嘅益處。12 Minerals 嘅噴鼻劑係等滲生理鹽水配方，加入5種礦物鹽，支援鼻黏膜健康，作用係清潔、保濕同舒緩鼻塞，而且配方溫和，乜嘢年紀都可以安全使用，長期護理都得，連孕婦都得㗎。記得要喺感染最初期作感冒或者流感高峰期用，越早支援鼻黏膜越好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礦物鹽療法日常應用，可以去12minerals.com 睇下。如果覺得呢條片有用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， 按一下鐘仔同埋留言，分享你嘅睇法。多謝收睇，下集再見。